每逢大時大節，喺街上都會見到形形色色嘅傳統大型花牌。花牌係香港獨有嘅傳統手藝，但係要追得上時代嘅步伐，就要不斷改進。即係話，哇！你吊個花牌好快喎，都係幾十分鐘吊一個花牌，咁好好做啦。咁你即係佢哋睇我嘅當然好做啦，但係我哋喺背後做咗好多一啲細微嘅功夫啊。譬如翻身啊、上色啊，同埋一個設計嘅方面咧，都會用咗好多嘅心機同心思落去嘅。人稱基哥嘅蔡榮基，從事花牌製作已經有24年。佢接手爸爸嘅花牌店之後，經歷咗行業嘅低潮，一間又一間嘅老店被淘汰。為咗保持競爭力，佢不停改進花牌嘅質量。佢嘅努力並冇白費，佢嘅花牌受到香港同埋內地人歡迎。基哥近年更加邁向國際。最印象深刻嗰次咧就係2014年啦，咁我哋公司就過咗去美國華盛頓嗰度做咗嗰個好大嘅花牌，咁就成間公司啲人都過晒去嗰邊做嘅，咁就係算我最難忘、最深刻嘅一次啦。因為嗰次我哋用咗籌備咗好耐㗎啦。不過基哥有一個憂慮，就係冇年輕人願意入行，令到佢擔心傳統技藝終有一日難逃失傳命運。即係同一日好日子有成幾十個大花牌咁樣，咁去做啦。咁有時好天曬落雨淋，有時撞啱佢嗰輪嘅天氣唔好，咁佢要落大雨啊，或者翻起冬天啊翻大風啊，好凍咁樣，咁就我哋會就真係真係好辛苦㗎啦，會啊。但基哥話會盡佢所能宣揚呢一種獨有文化，盡量我係保存翻傳統嘅味道，再加啲新嘅元素落去，盡我所能去延續落去，去俾人哋知道香港除咗有好好食嘅食物啦，一啲好特色嘅土產啦，仲有一啲係呢啲應該係非物質嘅嘢，就係花牌啦。咁我盡量都想留到最後，咁話俾人知有呢樣嘢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